每逢新年，香港人通常會買啲咩呢？呢啲年貨你屋企有冇呢？首先，通常每家每戶都會買啲年花、揮春等新年裝飾，將個福字貼喺門口。利是封都係一定會買嘅嘢嚟嘅，派利是係一個祝福，亦都係份心意。另外，全盒裏面會放啲糖蓮子、花生、瓜子等零食，亦都會買一啲年糕、蘿蔔糕，喺新年嗰陣煎嚟食。最後，新年點少得海味、乾貨、冬菇、瑤柱、臘味、鮑魚，呢啲都係香港人過年必買嘅送禮首選。仲未買齊年貨嘅朋友，可以去以下嘅港島辦年貨熱門地點，睇下有冇嘢啱買啦。